我在网络社群上面爬到一个打卡秘境，就是这里了。竹北头前溪的豆腐岩，站在一颗一颗豆腐块中间，傍着潺潺溪水，后面还有高楼建筑做陪衬，在显示我的渺小。这种走在户外的踩水行程，实在是要早起，否则真的是乐不可耐。不过看来我起得不够早。太阳又开始要烤熟我了，找个惬意的地方吃个早餐吧。先生你好，好，哇哦，等下软饼就冻豆重扁吧哈，真的，我们这边很多种，看你喜欢吃哪一种，每个都还蛮有特色。真的好多种哦。还有煮豆腐做给软饼哦，臭豆腐的，不然就点这个好了。好啊，煮豆腐软饼啊，走的，那我们里面请哦，里面感觉也很漂亮，真的，谢谢。对，里面请。哇，连店内的摆设都很精致，很用心哎。哦，这边可以坐吗？都可以做，里面位置都可以坐。好啊，好期待待会的煮豆腐软饼。这里空间不大，但我一走进来，很快就被这里的风格感染了。软饼做的就有冻豆种扁法，跟亲切活泼的老板一样，在这个周末的早晨里，令我嘴角上扬。然后你的蛋饼好了，好，这就是我的煮豆腐软饼哦。对，看起来非常的厚哎。对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我来试试看，而且好大份哦。这种口感的软饼我不曾吃过哎，哇，好 Q 哦！臭豆腐里面有加一点葱段，对不对？好香。可是你一开始怎么会研发出暗豆种不一样口味的软饼呢？因为我原本是跟男朋友，然后我们去一个老街，然后有一个阿嬷她在煎蛋饼，那我们吃过一次以后就想说，哇塞，惊为天人，超好吃的。所以我跟我男朋友就回家自己研发，然后差不多失败了，差不多有100多个蛋饼吧。对，然后最后成功的比例就是你现在知道的。对，真的哎，这一种的软饼我真的从来不曾吃过，特别的香酥，而且里面又很 Q。谢谢。我从没想过软饼做的就有冻豆种扁法。古灵精怪可爱的老板，变化莫测的蛋饼是竹北街头里的小确幸。